男人出面有人根本唔使查手機，身體會先出現呢兩個漏洞。好多女人捉雞，總係中意同個爛鬼手機鬥氣，覺得嗰度收埋晒所有秘密。但係喺呢個時代，你同一個全心隱瞞嘅男人鬥手段，你絕對贏唔到。佢可以註冊小號，可以定時清空記錄，甚至可以將嗰部帶有秘密嘅手機直接留喺車度，根本唔帶返屋企。你死撲實佢部手機，除咗令你自己變得神經質心力交瘁之外，冇任何實質性嘅作用。真正高段數嘅睇人方法係直接去破，佢絕對刪唔甩嘅生理本能。男人只要喺出面有咗第二個女人，佢嘅肉體就會自動形成一套新嘅排斥機制。佢自以為天衣無縫，但佢身體呢兩個最大嘅漏洞會將佢出賣得乾乾淨淨。今日呢條片就教你點樣一眼睇穿男人嘅偽裝。強烈建議你而家先點個讚，順便點個訂閱，將呢條片留喺你手機度。當你心慌慌懷疑嗰個男人嘅時候，千祈唔好衝動去手機，將呢條片拎出嚟聽多幾遍，對照住去觀察，狠狠咁打醒你自己。我哋直接切入正題，先講佢身上暴露出嚟嘅第一個，亦係最冇辦法偽裝嘅致命漏洞：身體接觸嘅本能排斥同視線嘅極度閃縮。我哋要從生理防禦機制呢個最底層嘅邏輯去剖析。男人嘅身體其實係極其誠實、極其有領地意識嘅。當一個男人喺出面有咗一個固定嘅情人，當佢嘅身體已經習慣咗出面嗰個女人嘅氣味，習慣咗嗰種新鮮嘅觸感同溫度之後，佢返到屋企再次面對你呢個結髮妻子嘅時候，佢嘅生理上會唔受控制，咁產生一種強烈嘅排斥感同僵硬感。呢種排斥唔係佢大腦故意下達嘅指令，而係佢嘅肌肉、佢嘅神經系統做出嘅下意識反應。你可以透過極其日常嘅生活場景去驗證呢一點。以前你哋夫妻感情正常嘅時候，就算係老夫老妻啦，你平時行過佢身邊，無意間碰親佢嘅膊頭，或者你哋坐喺梳化睇電視，你順勢挨住佢隻手臂，佢嘅身體狀態係放鬆嘅，佢可能會好自然咁跟住你嘅動作調整下姿勢，甚至會順手攬你一下。呢種係冇任何防備嘅安全狀態。但係如果佢喺出面有人啦，你再去試探下，你行去佢身後，突然將手搭喺佢膊頭度，或者你坐喺佢隔籬，將手放喺佢大髀上面，你仔細感受佢嗰一瞬間嘅肌肉反應，你會發覺喺佢俾你碰到嗰0點幾秒之內，佢嘅肌肉會瞬間變得極其僵硬，就好似突然通咗電咁繃緊起嚟，跟住佢會有個極其唔自然嘅試圖閃避嘅微動作。佢可能會好快咁向旁邊托一托個身，詐諦去攞茶几上嘅水杯，或者佢會即刻企起身，話自己要去個廁所，或者覆個工作訊息。佢絕對唔會俾你長時間咁掂佢。如果你嘅動作再親密啲，佢甚至會表現出明顯嘅唔耐煩。佢會皺住眉頭將你推開，揾藉口話：今日返工好攰，你唔好搞啦，俾我靜一陣得唔得？你千祈唔好以為佢真係因為做嘢攰。一個男人再攰，面對自己老婆嘅正常接觸，身體都係柔軟嘅。佢而家呢種僵硬同閃避只有一個原因，就係佢嘅身體喺度抗拒你。佢嘅肉體已經對你產生咗陌生感，佢嘅潛意識喺度排斥你嘅觸碰。呢啲就係出軌之後最真實嘅生理排斥反應。除咗肢體上嘅僵硬，喺呢個漏洞裏面，仲有一個更加明顯嘅表現，就係佢視線嘅極度閃縮。我哋成日話眼睛係心靈嘅窗口，其實眼睛更加係心虛嘅放大鏡。一個人喺度講大話，做緊虧心事嘅時候，佢最驚嘅就係同人哋長時間目光對視，因為佢驚自己嘅眼神出賣自己內心嘅慌亂。回想下佢最近同你嘅交流方式。以前你哋講嘢嘅時候，就算係討論夜晚食乜呢啲瑣碎嘢，佢都會望住你個樣，望住你嘅眼睛。但係而家你同佢講嘢，佢絕對唔敢死，曲實你嘅眼睛望超過3秒鐘。你可以試下喺一個非常平常嘅環境，面對面問佢一個問題，譬如你問佢：你尋晚話去同老王食飯，究竟食到幾點啊？你點解連衫都冇換就瞓咗？你問呢句話嘅時候，你就撲實佢對眼，
你會發覺佢嘅視線係極其飄忽嘅。佢一係耷低頭扮睇手機對眼，死縮實個屏幕；一係抬高頭望住屋企嘅電視或者天花板；一係就眼神四處游離，睇蟹睇茶几就係唔望你嘅眼睛。佢喺度答你問題嘅時候，係用緊眼角餘光掃你，而唔係正視你。如果你呢個時候唔肯罷休，你夾硬行到佢面前，死疏實佢對眼，要求佢望住你講嘢，你會發覺佢嘅防禦機制會瞬間升級，佢會變得極度煩躁同暴躁，佢會大聲咁對你發火。佢話：你咁望住我做咩啊？審犯啊，我攰咗成日啦，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疑神疑鬼？你要明白佢點解會突然發火，呢種發火喺心理學上叫做虛張聲勢嘅自我保護，因為你嘅眼神令到佢感到極其強烈嘅壓迫感，佢心虛無到極點，佢驚自己再俾你望落去就會徹底穿煲，所以佢一定要用發脾氣呢種最具破壞力嘅方式去打斷你哋嘅視線接觸，去逼你退縮。佢用憤怒建立起一堵高牆，成功掩蓋咗佢內心嘅極度恐慌。一個冇做虧心事嘅男人，面對老婆嘅注視，最多會覺得莫名其妙，絕對唔會好似俾人踩到佢條尾嘅貓咁，瞬間暴跳如雷。呢種唔敢對視同惱羞成怒，就係佢心有鬼嘅鐵證。喺呢個身體接觸嘅漏洞裏面，仲有一個最能夠說明問題嘅場景，就係你哋夜晚嘅瞓覺姿勢。張床係一個人最放鬆、最能夠暴露潛意識安全邊界嘅地方。你哋以前瞓喺同一張床，就算唔係攬住瞓，至少都係平瞓喺度，各自佔據半張床，呼吸平穩。有時半夜反轉碰親對方嘅手腳，都會好自然咁繼續瞓。但係如果佢出面有人咗呢張床上嘅格局，就會發生翻天覆地嘅改變。佢一上床就會即刻擰轉身，用個背脊死實實咁對住你，而且佢唔會瞓喺床中間，佢會緊緊貼住床沿瞓，恨不得成個人都跌落床下底。佢甚至會用被將自己捲到實一實，就好似喺自己身上着咗一件厚厚嘅盔甲。佢喺度做緊咩？佢喺你哋兩個之間夾硬畫咗一道無形嘅真空地帶，一道楚河漢界。佢唔允許你有任何機會喺半夜唔小心掂到佢呢種分支。喺潛意識心理學裏，代表住極度嘅抗拒同絕對嘅自我隔離。佢用肢體語言明確咁話俾你知，佢唔想行近你，佢驚行近你。佢雖然人喺呢個屋企，雖然瞓喺呢張床，但係佢喺心理同生理嘅層面，已經將你徹底隔離出佢嘅安全區。佢嘅人喺度，佢個心同佢嘅身體早就已經飛到出面嗰個女人嘅床上面啦。頭先我哋講嘅係佢面對你嘅時候嘅生理反應，而家我哋講第二個致命嘅漏洞。呢個漏洞發生喺佢獨處嘅時候，亦即係佢返到屋企後進行嘅氣味清除同空間絕對隔離。我哋要去剖析一個出軌男人返到屋企嗰一刻嘅真實心理狀態。佢啱啱結束咗喺出面同另一個女人嘅約會，佢可能啱啱經歷過親密嘅肢體接觸。呢個時候，佢行到屋企門口，拎住鎖匙準備開門。佢個心最大嘅恐懼係乜嘢？佢絕對唔係喺度諗老婆今日煮咗咩好嘢食。佢個心處於一種極度繃緊嘅戰鬥狀態。佢最驚嘅係自己身上留低咗出面嗰個女人嘅香水味，驚自己嘅衫領沾咗人哋嘅唇印，驚自己嘅外套跌咗條唔屬於你，亦唔屬於佢嘅長頭髮。佢驚身上帶有嗰種明顯嘅屬於另一個環境嘅混合氣味，所以佢返到屋企之後嘅所有反常動作，都係圍住毀滅證據同建立心理隔離區去展開。你仔細觀察佢入門口嘅第一個動作。以前正常狀態之下，一個男人喺出面打拼咗一日，放工返到屋企，第一反應係攰。佢可能會隨手將個袋一抌，除咗對鞋，直接攤喺客廳嘅梳化度，長長咁嘆一口氣，大聲話：今日真係攰死啦！然後佢可能會飲啖水，喺梳化度攤半個鐘，先至慢慢吞去梳洗。但係而家完全唔同晒，你會發覺佢入門口之後就好似身上黐咗啲極其得人驚嘅病毒咁，顯得非常之急。佢入門口連梳化都唔睇一眼，除咗對鞋，第一件事絕對係直衝入洗手間，然後即刻將洗手間嗰道門喺裏面反鎖。
佢會喺裏面用最快嘅速度開始沖涼。佢唔單止係沖涼，佢甚至會極其反常咁將啱啱除落嚟嘅外套、恤衫、底衫褲即刻抌入洗衣機，甚至自己落手捽起嚟。如果佢以前係一個連油樽倒咗都唔扶衫，從來都係堆喺盆度等你洗嘅男人，而家突然變得咁乾淨、咁勤力，你千祈唔好覺得係佢突然轉咗性，更加唔好以為佢係體貼你，幫你分擔家務。你要清醒咁認識到佢呢個係進行緊瘋狂嘅物理淨化，佢用緊沐浴露同洗頭水，搏命咁洗甩身上可能殘留嘅屬於出面嗰個女人嘅任何氣味。佢用緊洗衣液，即刻燒毀衫上面所有可能暴露佢行蹤嘅蛛絲馬跡。佢一定要用最快嘅速度，將喺出面留低嘅所有物理痕跡全部抹除乾淨，佢先至可以稍微唞啖氣，先至有底氣喺洗手間行出嚟面對你。呢種入門口就反鎖洗手間瘋狂梳洗嘅急迫感，就係做賊心虛最直接嘅體現。除咗入門沖涼，喺空間嘅隔離上，佢仲會表現出極其反常嘅軌跡。你會發覺車廂同屋企嘅洗手間突然變成咗佢逗留時間最長嘅避難所。以前佢揸車返屋企，到咗地牢泊好車，氹咗車匙就直接上樓啦。但係而家你可以偶爾去地牢睇一眼，或者睇下佢嘅返屋企時間。明明佢已經發信息話到咗屋苑，但係過咗半個鐘頭，甚至1個鐘頭，佢先至推門入屋。呢段時間佢喺邊？佢就係一個人坐喺地牢嘅車入面。佢點解唔落車？因為呢半個鐘頭係佢進行心理切換嘅緩衝期。車廂係一個絕對私密，唔會俾人騷擾嘅空間。佢要喺車度完成最後嘅情感交接。佢要發俾出面嘅女人最後一條曖昧嘅晚安信息，話俾對方知自己已經返到屋企，唔可以再傾啦。發完之後，佢要極其仔細咁一條一條咁將今日嘅聊天記錄全部刪除。佢要檢查各種隱藏嘅軟件，有冇退出登錄。做埋呢啲技術上嘅清理之後，佢仲要喺車度食支煙，或者靜靜咁坐一陣，調整自己嘅呼吸同面部表情。佢要將嗰個喺出面花言巧語嘅情人面具除落嚟，重新戴返嗰個為咗家庭奔波勞碌攰到不堪嘅丈夫面具。佢一定要喺車度將全部嘅心理建設都做完，確認冇任何破綻啦，佢先至敢抌低條車匙，夾硬頭皮行入嗰部通返屋企嘅你。洗手間都係同樣嘅道理。如果佢以前去廁所只需要10分鐘，而家佢去開個大，要喺裏面逗留成40-50分鐘，甚至1個幾鐘都唔出嚟。如果你去敲門問佢做咩，佢會好唔耐煩咁話自己個肚唔舒服，叫你唔好吹。其實佢個肚根本冇唔舒服。洗手間係佢除咗車廂之外，喺屋企唯一能夠合法反鎖，唔會俾你突然騷擾嘅私人堡壘。佢喺入面做緊咩？佢坐喺馬桶上面，喺度繼續同出面嘅女人用打字嘅方式調情，喺度回顧佢哋今日嘅約會，或者策劃聽日嘅見面。佢需要呢種絕對私密嘅空間嚟滿足佢出軌之後嗰種持續興奮嘅心理需求。每一次長時間嘅踎廁所都係佢進行地下聯絡嘅最佳時機。喺呢個漏洞裏面，仲有一個最高級嘅，亦係最具破壞力嘅空間隔離手段，就係佢會開始無端端咁揾交嗌發火。好多女人會覺得好委屈，明明自己咩都冇做錯，甚至為咗氹佢，特登煮咗佢中意食嘅餸，但係佢坐喺飯台度食咗一啖，眉頭一皺，對筷子啪一聲拍喺台度。佢開始大發雷霆，嫌餸太鹹，嫌湯太淡，嫌屋企太亂，或者將好耐以前嘅一件小事攞返出嚟同你大嘈一鑊。你俾佢鬧到莫名其妙，你覺得佢簡直係無理取鬧，於是你忍唔住同佢駁嘴，最後兩個人大嘈一鑊，不歡而散。嗌完交之後，佢順理成章咁攬起張被，極其憤怒咁摔門而去，行入咗書房或者客房，並且將道門反鎖。你坐喺客廳度流眼水，覺得呢個男人不可理喻，但係你根本唔知道，當你流眼水嘅時候，匿喺客房入面嘅佢個心卻喺度暗暗竊喜，因為佢嘅目的已經完美咁達到咗。你要睇透呢背後嘅陰濕邏輯，佢點解要喺食飯嘅時候專登揾茬發脾氣？因為佢個心好清楚，
今晚佢唔想同你瞓喺一張床，如果佢冇任何理由就直接去瞓客房，你一定會覺得奇怪，一定會追問佢做咩，係咪唔愛你啦？呢種追問會令佢覺得極其麻煩同心虛，所以佢一定要主動製造一場衝突。佢用極其拙劣嘅藉口挑起事端，逼你同佢嗌交。嗌完交之後，雙方都喺度火遮眼分房瞓，就變成咗一件極其自然、極其合理嘅事。佢用發脾氣呢塊遮醜布，完美咁掩蓋咗佢對你身體嘅排斥，掩蓋咗佢對呢段婚姻嘅厭倦。更重要嘅係，佢為自己爭取到一個成晚都可以唔受你監督，可以肆無忌憚咁同出面嘅女人傾偈、打電話嘅絕對自由空間。佢利用咗你嘅委屈同內疚，買到咗佢出軌嘅通行證。呢種無端端嘅揾插同冷暴力，就係佢為你量身定做嘅隔離陷阱。當你將佢呢啲身體反應、沖涼習慣、車廂逗留以及揾查分房嘅動作全部對上晒，你心裏嗰個懷疑就可以直接變成100%嘅確信啦。唔需要去輯佢嘅手機，唔需要去追蹤佢嘅定位，佢嘅潛意識同佢嘅肉體已經極其誠實咁將背叛嘅真相清清楚楚咁擺咗喺你面前。到咗呢個地步，亦就係事情最關鍵嘅轉折點。好多女人喺確認咗呢個事實之後，情緒會瞬間崩潰。你覺得個天冧咗落嚟，你覺得咁多年嘅付出全部為咗狗，你嘅第一反應可能仲係想衝入書房，去將嗰道反鎖嘅門打爛，去同佢大喊大鬧，去歇斯底里咁問一個點解。但我今日要將你死死咁掹住。既然你已經通過佢身體嘅漏洞睇清咗真相，你就千祈唔好再去行大嘈大鬧呢條絕路。你而家去嘈有咩用？你去質問佢，佢依然會死口唔認，因為你手頭上冇實質性嘅轉賬記錄同開房記錄，你只有你觀察到嘅現象。佢會將你嘅觀察講成係你個人嘅神經病發作。你越嘈得犀利，佢越會覺得你不可理喻。更攞命嘅係，你呢一嘈等於直接話俾佢知，你已經知道佢出軌啦。一個做賊、心虛自私到極嘅男人，一旦發現自己嘅秘密穿咗煲，佢個腦諗嘅絕對唔係點樣彌補你，佢第一秒諗到嘅係點樣保住自己嘅財產。佢會利用你情緒崩潰，成日淨係識得喊同嘈呢段時間，開始瘋狂咁極其冷血咁轉移屋企嘅核心資產。佢會將銀行卡裏面嘅錢轉走，佢會將投資嘅股份變更，佢甚至會背住你去借外債嚟溝淡你哋嘅共同財產。等你喊完嘈夠，真係想要去法院起訴離婚嘅時候，你絕望咁發現屋企嘅戶口早就吉咗。你唔單止冇咗老公，你仲要面臨淨身出戶，甚至孭住一身債嘅極其淒涼嘅下場。所以當你確認咗佢出面嘅情況之後，你一定要即刻放棄所有嘅幻想，收返埋你嗰啲唔值錢嘅眼淚。你一定要明白，由佢將身體交出去嗰一刻開始，佢個心就已經唔喺你身上啦。你哋之間就已經唔再係恩愛嘅夫妻，而係一場極其殘酷嘅利益博弈啦。你要好似一個冷血嘅戰地指揮官咁，即刻啟動屬於你自己嘅反擊計劃。你要點做4個字：敵動我不動。甚至你要做到反向麻痹佢冷淡，你比佢更冷淡。佢入門去沖涼，你就坐喺梳化睇電視，連頭都唔好。惡佢唔掂，你絕對唔好黐埋去佢揾茬發火。你唔好同佢對鬧，你就淡淡然咁望住佢，然後自己去第二個房瞓覺。你越係表現得唔在乎，越係唔去追問佢嘅行蹤，佢反而會覺得好奇怪。佢會諗你係咪傻嘅？或者覺得你根本冇察覺到任何異常，佢嘅防備心就會喺你呢種冷靜之中慢慢咁降低。你就係要利用佢覺得你係個好易瓜奶嘅傻女人，呢段黃金時間去進行最隱秘、最攞命嘅反向偵察。你唔好去嘥精力查出面嗰個女人到底係邊個，佢叫咩名乜嘢樣，佢係咪後生過你定係靚過你去查，呢啲毫無意義，只會增加你嘅精神內耗。嗰個女人只係一個符號，真正傷害你嘅係你屋企。呢個男人你要查嘅係咩？你要查嘅係家底，係你哋呢個家庭嘅利益。大盤你要趁住佢放鬆警惕，去摸清屋企嘅存款到底分佈喺邊啲銀行卡度。
你要去查佢嘅糧單流水，睇下每個月大額支出嘅方向。你要去撲屋企嘅房產證、車輛登記證、理財產品嘅憑證，並且靜靜雞全部影相或者複印落嚟。你要留意佢收到嘅各種電郵速遞單，你要記住佢常用嘅各種密碼規律。如果喺法律允許嘅範圍內，你要靜靜雞收集佢同人哋頻繁聯繫嘅通話記錄或者資金往來嘅鐵證。你要將呢啲所有嘅經濟主動權一啲一啲咁收返到你嘅視線同掌控之中。你要查清楚佢花喺出面嗰個女人身上嘅錢，究竟係咪喺你哋家庭嘅財富嗰度攞出去嘅？將利益摸清楚，攞到實實在在嘅籌碼，你先至有資格喺呢場婚姻破裂嘅災難入面立於不敗之地。當你將屋企嘅資產狀況摸到清清楚楚，當你手揸住佢喺出面轉移財產或者出軌嘅實質性證據，嗰個時候命運嘅主動權就徹底揸喺你手裏。你可以極其冷靜咁去揾律師，將證據擺喺台面，要求佢淨身出戶，要佢為自己嘅背叛同自私付出佢根本承受唔起嘅慘痛代價，攞走屬於你嘅樓同錢，帶住細路去過清靜富足嘅好日子。或者如果你而家暫時冇能力獨立生活，你都可以選擇繼續利用呢段名存實亡嘅婚姻。你手上有佢嘅把柄，佢就唔敢對你輕舉妄動。你將佢當成一個賺錢嘅工具人，當成一個免費嘅提款機。你用佢嘅錢嚟保養自己，嚟培養仔女，嚟壯大自己嘅能力，直到有一日你羽翼豐滿，再毫不留情咁一腳將佢伸開。婚姻到最尾鬥嘅根本唔係邊個更深情，邊個付出得更多。婚姻到最尾鬥嘅係邊個喺遭遇變故嘅時候能夠保持絕對嘅理智，唔好用情緒去處理背叛，要用利益去算計背叛。男人把口可以編出世界上最動聽嘅大話，但係佢嘅潛意識同佢嘅肉體反應絕對係一部永遠唔會講大話嘅測謊機。抌咗你嗰個試圖通過查手機嚟尋找真相嘅愚蠢念頭，抌咗你嗰個充滿不甘心同戀愛腦嘅軟弱，用一對極其理智嘅眼睛去睇透佢身體上嘅呢啲漏洞，去睇透呢背後血淋淋嘅人性。如果你今日徹底醒覺啦，決定唔再做個為咗渣男流眼淚折磨自己嘅可憐女人，請你即刻馬上喺評論區打出絕不衝動，查清底牌呢8個字。呢8個字就係你為下半世立下嘅護身符，時刻提醒自己唔好攞人哋嘅錯嚟懲罰自己，收返眼淚，用絕對嘅理智攞返屬於你嘅真金白銀。最後覺得呢條片真係幫到你嘅姊妹，記得俾我點個讚，並且撳訂閱。我哋呢個頻道唔講廢話，只講幫你防身保命嘅生存大實話，跟住我絕對唔會蝕底。我哋下期見。